每年萬聖節都會玩鬼屋，但明知驚，點解仲要貼錢買難受？仲係追到另一半嘅好機會。今日同大家分享又要驚又要玩嘅心理機制啦。當我哋面對黑暗、突如其來嘅尖叫或者未知空間嘅驚嚇，身體會釋放腎上腺素，令心跳加速，成個人進入高度喚醒狀態。呢種驚同埋興奮嘅混合感，會俾大腦標籤成強烈事件，形成獨特快感。鬼屋提供一個安全嘅恐怖環境，明知驚嚇但有心理準備，只要行完鬼屋就會完結恐怖體驗。當恐懼解除，身體會出現放鬆同解脫，概念就好似坐過山車落地之後嗰種幸福感。至於同曖昧對象玩鬼屋，身體因為驚嚇而心跳加速、手心出汗，大腦高度警覺，呢一種喚醒好容易誤以為係對同行者嘅心動，形成吊橋效應，即係短時間內提升好感同吸引力。加上面對驚嚇而出現嘅自然接觸、互相保護、口頭鼓勵，都係高情感密度嘅互動，可以快速變得親密同埋增加信任。對方亦都會喺壓力下顯露真性情，雙方更快判斷合唔合拍。大家仲有冇其他冷知識想知道呢？記得留言話俾我哋聽啦！